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平湖的南方四岛，2年前因为唱水客违法来掠鱼，意外来爆发着案外案。当时这个唱水客是坐平湖科技大学的游艇来出海，检察官顺着线索来追查，结果发现学校有一个姓陈的教授，伊的工作资历全部拢是假的。伊已经伫这间大学教册教13年了，就亲像人咧讲的新规教授，甚至佫查出讲，伊建立龙头公司，使用学校的器材，甲摕到政府甲学校的标案，不法的所得超过400万。唱水皮的人伫海面上浮浮沉沉，海巡去甲解救的是发现讲，伊是咧偷掠龙虾甲蚱蜢。2年前，这个案件有案外案。当时，这个落难的唱水客是坐平湖科大游艇去平湖南方四岛，检方就追查发现讲，伊这个姓陈的教授为做工作的资历。伊做教授已经有13年啊，伊伫履历自称是中华民国水中运险服务8年的潜水教练，佮伫运动休闲公司做体能教练甲教学的执行长，甚至取得假离职证明，服务将近7年。不过这履历拢是假的，根本是新规教授。第二点，关于陈师所涉及应聘资料不实部分，本校业依据教师法处理，陈师亦提起行政救济，争取权益。本校予以尊重。检方继续追查，这个姓陈的教授伫2014年开公司，请一个姓郭学生做负责人。以后来器材出入政府的标案，3年来得到国标金额差不多268万，唔那官方尔，连学校的标案伊嘛有参一卡，参与标案国标的金额共款超过200万，违反学校的规定，甲牵涉到政府的采购法的利益回避。还佫伫2020年做系主任的时，买芳船等等的器具，找民间公司开假发票。检方就咧调查，发现讲伊干那买一项物件尔，利用假履历骗教授来做，不法的得利超过400万。即马互检方起诉，毋若无透露，佫因此被收押，爱付出沉重的代价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